你有冇諗過，點解咁多國際級運動員都用冰浴作康復？原來科學研究證明，低溫療法可以幫助減輕延遲性肌肉痠痛，促進身體修復。喺澳洲，有間公司將現代冰浴技術帶上世界舞台 ，IcoSport。佢哋2004年已經同澳洲奧運隊合作，研發全球首部流動全自動冰浴系統。從此，唔止專業運動員，連高端會所、酒店、美容院同健身房都可以享受到專業級康復體驗。IcoSport 嘅專利冷卻技術，無需大量冰塊，溫度控制精準又安全。產品系列由單人便攜款到12人團隊池，適合唔同空間同客戶需求。如果你想提升客戶體驗，同時帶來新商機，冰浴療法係你不可錯過嘅選擇。即刻瀏覽 www.ksaqua.com， 發掘水療新未來，提升你嘅康體體驗。KS Aqua， 你專業水療康體夥伴。